真係好精彩啊！咦，係邊個啊？我幾時變翻原狀㗎？點點，阿維，你喺邊啊？點解阿維你變得咁細粒嘅？係點點，你變大咗咋？你仲係咁中意亂講嘢㗎喎？啊，哇，好痛啊！我冇啊，真係點點，你變大咗啫，你變咗隻大熊貓啊！熊貓妖，點點聽風。叫我啊？冇錯，吾乃四品熊貓仙，原因者娜雅，我已經等咗你千年啦，妹妹。你能夠悟出塵世間情愛之音嘅真諦，為我族存亡立下功德，決定將你封號為梵音使點點。咁即係話我已經合格啦？係啊，恭喜你啊！你睇下瓊瓊奈奈佢哋喺洞穴互相切磋，就已經知道發生咩事啦。哇！佢哋動作好快手啊！話晒佢哋住咗喺呢個城市咁耐，但係我都估唔到而家妹妹你浮得咁勁喎！你係咪喺人間飲得太多牛奶呢？吓？點解我要飲牛奶啊？係咧，我都想知道點解點點會變到咁大隻嘅。喂！哇，好痛啊！咁我幾時可以上任啊？仲未得住，要暫時收起你件羽衣先。等妹妹你處理埋剩低嘅事，到你正式可以上任嘅時候，我就會歸還羽衣俾你。咁咩係剩低嘅事啊？你睇下你隻左手先啦。咦，有條紅線連住我同阿維嘅？呢個係月老嘅規條，只要雙方真心中意對方，呢條塵緣嘅紅線就會出現。吓，真係會有條紅線噶？係啊，因為我停咗你嘅生理時間，所以你先睇到。如果唔係，以你而家嘅慧根，未可以睇到仙界嘅神物噶。但係點解條紅線會連住我同阿維嘅？咁仲使問嘅？呢隻死嘢竟然喺最後嗰刻對你動凡心，我已經飛奔落嚟，但係又俾月老條紅線接觸先得。到底嗰個死老嘢知唔知仙界嗰度鬧緊新血荒噶？啊，哇，好痛啊！點點你呀，快啲結束你嗰段超混亂嘅亂步語累亂仙凡界之戀，翻嚟上任啊！你啲姐姐已經做嘢做得好攰啦，明唔明啊？係明白。仲有件事啊，你着雨衣個樣，佢係睇到噶。吓？紅線斷咗之後，我會再嚟接你，千祈唔好同我生仔啊！原來仙界嘅姐姐都幾得人驚噶。阿維，你冇事啊嘛？哇，你唔好行埋嚟啊！哇！你唔認得我啦，我係點點啊！我知，咁你係咪真係升咗仙啊？我諗係啩。嗱，你企喺度啊吓，去！哇，好痛啊！你做咩事又無啦啦打我啊？咁係因為我覺得啊，你真係由頭到尾都係個戀童癖啊！吓？做咩事吞吞吐吐啊？係咪俾我講中啊？其實咧，你信我啊，我絕對唔係因為中意某樣嘢而去犯罪嗰啲人嚟噶。但係咧，啱啱嗰一刻咧，又真係對你呢個人咧有嗰種感覺。咁即係咩感覺啊？你同我變翻人形先啦。好啊。咁呢個樣 O 唔 OK 啊？喂呀，做咩唔講嘢？哇，點解突然間多咗咁多條紅線嘅？阿維，你見唔見到啊？見到啲咩啊？哇，點解啲紅線突然間喺度暴走噶？唔通阿維你真係喺度諗埋晒啲衰嘢？冇啊，我淨係純粹中意你噶咋。其實我係童男對語係嘅。我唔理啊！我命令你快啲停止中意我啊！不過呢啲嘢真係控制唔到噶嘛。你再唔停落嚟，我就變回原狀啊吓！喂，千祈唔好啊！咁你停唔停啊？啲線翹住我，好辛苦啊！真係停唔到咧。由始至終，點點心入面嘅梵音從來冇間斷過。佢嘅愛情最後點收科呢？唔好問我。
淺笑把煙，思緒盡秋天，夕夜新過簾，求夢暖足天，想到彼岸念，清冷淚中天，長夜中唯獨君知已微，憑靈明月百花自覺卑微。年目可流略多少去離，逢亦再起亦甜入風記，憑着蘭觀心情宇宙，眼睇珠兩地流，眼回劃破漂泊慘醜，任誰懷念中變舊，我強早濕透，敢隨舊走後，憑着難於窗前處後，已聽風心着愁，眼內沒信使我哀愁，千里回浪的倦遊，學自與承受，只入來香酒。下回預告。兔仔小心啊，有車啊！認結實，車停止，要傷我冇咁容易。兔仔變咗人形嘅，仲發光嘅。你若啊，你見到我而家咁，即係你就係我嘅有緣人啦。原來子瑩你就係兔仔皇族嘅公主嚟噶，點解會嚟咗人間嘅？因為我而家嘅身份係記者，目的就係要採訪一個驚天地泣鬼神、打動人心嘅愛情故事，而我已經揾到啦。咁快？守護住時間嘅神，請你將時間帶翻去李若亞4年前佢中五嘅學生時代，睇下佢同嗰個到而家都仲未肯放手嘅邱樂軒有咩浪漫嘅愛情史啦。喂，唔好啊，你咪亂嚟啊！太遲啦。唉，點解會咁噶？開心寵寵物 Happy Pet Pet 小型與若亞，我以後都唔會再去金紫荊廣場噶啦。對唔住啊，小若，其實愛情從來都唔係一場公平嘅遊戲，唔可以用個稱下邊一個付出多啲。只要係戀愛過嘅，所有嘢都會化成最甜蜜嘅回憶，喺腦海度永久保存。就算有一日我死咗，都冇嘢可以取代到。小若，我以後可唔可以再嚟揾你啊？開心寵寵物 Happy Pet Pet 之點點的梵音，編劇雲利，改編自陳莎莎漫畫原著，編審小狼，顧問陳莎莎，導演凌，混音 Ryan Can， 監修小狼，聲音演員小可飾演點點， Kelvin 飾演阿維，白饅頭飾演娜亞點票人員及熊貓館職員，心悔飾演阿維媽媽及路人，沖田總悟飾演廣播人員及新聞報道員，領飾演路人，特別客串梁偉德，主題曲各村朝日，作曲 Zulu Zulu P， 填詞內木一郎，編曲 Zulu Zulu P， 主唱子瑩及貓子，片尾曲月軒尼詩，作曲蘇皮，填詞李小狼，編曲蘇皮，主唱銀牙。特別鳴謝 Otaku Cafe 提供錄音場地，流星堂廣播劇榮譽巨獻，開心寵寵物，下星期再見。本錄音僅限作非商業用途。